所以你感觉有男子啊做你的妈妈，你感觉足烦的就对啊。我袂烦，我是讲妈妈，你真讲伤济，你爱休困一下。你感觉伊讲伤济哦？安尼我甲你讲，我找一个做恁妈妈来，只来。来者，伊讲伊妈妈，伊感觉足烦的，你来做伊妈妈。你妈妈是讲伤济，是讲太济啊。来，只来。你讲今仔日穿甲安尼哦，好看的吼，好看。现在安尼，查某囡仔就是徛在舞台端坐跟螺丝栓啦，哈。这都唔是我咧讲，安那啦？啊，跳咧这行一个讲一句吼，念一句句，这款囡仔就是安尼啦，吼。想当这时哦，恁做嘛就莫怀胎10个月哦，不如生一个鸡卵，煮煮食食，恁爸囡仔嘛免再气咯。哎呦，啊是咧气咯三岁，是咧气咯3岁啊，我讲的伊就不懂啦。哎呦，我讲的伊都唔听啦。唔听，对不对？啊，唔听我真要看。什么？我都不知道我要干什么啦。今晚我不爱演你啦，我讲哦，要去买物件，买物件啦。我甲伊问讲啊，你是当时要去买？伊讲剩甲恁尔啦。哈？剩啥物货？剩甲恁尔啦。哦，剩甲你去买尔。嘿啦，剩甲恁尔啦。哦，拜老拜礼安尼啦。紧个带回来。都无啦。你都好我演你咯啦。所以今晚感觉这个妈妈呐，是遮大汉，我头一届感觉阮妈足温柔。